国民健康署甲党事基金会举办解分抽奖金的活动，是剩8000多人来报名。今仔日正式抽口送奖金。不过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为2020年开始，有咧食薰的人数就无阁减少啊，而且青少年食电子薰的人嘛一直在增加。 甲多股支票接落来，欢喜解分成功。国民健康署甲党事基金会举办解分活动，吸引8000外个瘾食薰的民众参加，嘛为其中抽出奖金的得主，车集伫颁奖典礼现场检验，确认解分成功。卫福部长陈时中嘛报名这摆的比赛，伊讲已经解分5挂过。因为 COVID-19 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有抽烟的人或正在抽烟的人，其他症状或他风险会增高很多。从6月1号大概是最后一口烟。 到现在，国健署表示，食薰的人口伫2020年之前有大大减少，不过最近2年拢调伫咧13.4%左右，无过下降的趋势。更加互人烦恼的是，青少年食电子薰的人口一直咧欠悬，速度连国健署拢表示意外。国中跟高中来讲，它整个电子烟的成长的幅度是相当的大那过去我们国中的。 电子烟的使用人口大概是只有1点多，那我们在109年的调查已经上升到2.8兆公尺的部分的话，大概过去从2点多已经上升到5点多。 国健署表示，目前薰害防治法的修法，抑搁伫咧立法院处理当中。目前会使做的是鼓励各地方政府以地方自治条例的方式管理电子薰，也是透过监测观察敢有违反毒品、药品法，也是现有的薰害防治法，以相关法条进行管理。记者古根谢桂林台北报道。